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好运动时间了，大家准备好嘛？玉梅老师又要教大家来做瑜伽。今日瑜伽当天配咯，很多懒人瑜伽。懒人瑜伽呢，就是唔使用膝盖肌耐力，唔使用膝盖体力，你就可以同样得到那个精力。好，就是用那泡棉滚筒，好，各位同样哈，个木头咩哈，水管的咩哈。还冇你嘅蚂蚁咧，你嘅蚂有传真机啊，传真机都方面有硬嘅嘅呢滚筒哈，咩做的，好，也心呢要搞大家係下半段下半身，其實啦，那師傅哈當重要，那全身哈，全身青苔最大塊的一片肉就是那個臀部，好，那個師傅哈，因為地心引力的關係咩，因為玉梅老師有運動。你冇運動的話，個師傅就印台，所以老上半身那個肌肉，好，上半身的肌肉啊，哈，按呢地心引力的關係往下拉扯，你就會造成腰酸背痛。故說呢，也是好，玉梅老師要搞大家，好用滾筒，也係用木頭做下半身的疏解疲勞的。其實啦，那師傅哈。臀部迄本大家當忽略，冇去注重的一個當重要的一個肌肉的地方，也不用了咧。好，不用了呀，師傅好，有冇？那個師傅有個坐骨神經啊，有個肌肉啊，平常冇訓練呢，故說呢，用個安尼泡棉有冇哈？水到呀，給我徛起來，有冇徛起來？好，徛起來，按你左片、右片，好，停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右片、左片，你還可以停通哦，停通一下，好，慢慢的，你那數板凳，其實我們溜走哦，好，1、2，很酸哦，3、4，好，轉過來。轉過來，好一片，要有一點，要坐骨神經呀，好，你那講腳徛起來要動身呀，你就坐的，你就睡的安尼，有冇？左片，右片，左片，右片，好，你會聽到動身呀那點，好，動身呀點，就一點。一啲咧，要坐骨神經一點。好，你看，你呀，平常你就可以用手按呢，敲。鄉親朋友啷講哦？你接個也啲位哈，也有一個八髎穴，所以也個肛門也好，也啲咧，也啲位穴道，會影響也個排便啊，哈，也個你有便秘的話哈，你多按也八髎穴，一啲咧，好，一啲當重要。好，你這個多啲啊，好，左片、右片，有冇？慢慢的，好，聲音當舒服，好，你就下地位，好，當空地位，好，給我存出來，好，慢慢的按呢，吐氣，吸氣，吐氣，好，吸氣。吐氣，好，也剛沒可以開起來哦，順勢做運動哦，沒可以啲做運動，你啲做運動，因為你停同意嘅哈，你數個板凳其實唔係溜走，你停同意啊，其實佢下背會停同到有嘛，我按摩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你就這樣。做按摩哈，個左片右片，好，也係師傅的地方，好，師傅之後呢，都要太腳臂呀，好，太腳臂呀都呀，好，鬆鬆啊，按呢，身體扭啊，好，身體扭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
大腿搁下背了，好，轻松又一点，轻松又一点，都脚趾头后背，好，腰背为中球，中医生哈，中医有一句话讲腰背为中球，做迄安尼压点，好，压这边压脚趾头后背压点，好，用呀按摩呀，安尼，哦，懂。非常的顺软呢，哈，松松啊，乡亲朋友，你可以坐放起来，你可以坐放起来。平常哈，每一天都睡的呐，当多种方式就可以哈，你可以坐放起来，坐放起来样安尼，哈，停通啊，停通啊，哈，安尼按摩，有冇呀后背啊，腰尾管很多呀，腰背为中球都呀。膝盖的正后侧，嗰个师傅，嗰阵唔中到牙的时候有冇安尼？停通啊，嗰安尼，好安尼，松松啊，按摩，坐上来，好，松啊，停通诶，好，安尼咪同样个按摩到呀膝盖后侧，过来到小腿了哦，小腿咪係差唔多哈，英美老师做啊，溜个知道一揪紧样诶。然后就紧些，你就安尼，好脚掌筋、勾脚跟、绷脚尖、勾脚跟哈，安尼，轻啊，撞啊，好，嗰個還有一個方法，安尼，好，敲一敲，安尼，好，安尼呀，安尼方法呢，係非常的好，好，安尼很多懶人瑜伽，安尼嚟腳筋噶哈，係唔講啊，我嚟一條腳筋，好，吸氣。好，来上来，你坐凳呀，咪可以做瑜伽，咪可以来脚筋。好，慢慢的吐气，好，你就来一条脚筋。好，慢慢的来过后用安尼啊，按摩，用下来，好，按摩，好，敲，也係當中有一個方法哈，你就係呢，轉啊，好，各位腳帶。好，你可以坐凳的有嘛哈，坐放起來，也腳帶哈做腳底按摩，也做很多懶人瑜伽，鄉親朋友，也安尼瑜伽動作，安尼方式哈，就係本種當簡單。蔡玉美老師安尼滾啊，做啊就鬼神的好呢，好就知道身體就熱起來啦。好，你就安尼，好安尼滾呢，你就從當胸、絲襪，好各位。大腿、小腿安尼坐下來，好。假使呢，你冇安尼嘅安尼滾筒棒呢，你可以用啊，玉美老師就用安尼，也安尼木頭啦，哈，水管的啦，做得你可以哈，也不用也順哈。好，同樣哦，坐凳，玉美老師用坐凳咪做得啦哈，坐凳，坐凳，我係冇安排上喺前面正面我當酸。好，你看啊，人家唔用滾筒棒，用呀，人家安尼，好安尼坐，有冇？叮啊，也安尼木頭較會走脫，你說安尼，好控制好，好安尼，好各位順康，按摩吐氣，好有一點動神你就停到呀，動神嗰點動神，好，你動神嘢你就停到呀，冇停通。好，你這樣過來，做好嘢再嚟按摩，好按摩，好過來，大腿呀，同樣啊哈，嗱你放起來，坐下去，你可以做到呀，做瑜伽，做到呀，做前彎哈，做呀按摩，有冇？師傅放起來，好按呢，有冇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鄉親朋友，因為老師要教大家講哈，你就利用你有的東西，好，你隨時就可以帶給你健康哈，可以帶本當好的效果。好，那你坐凳啦，你就有一個東西，坐凳的咩？人講含咩含凳的，哈，你就按呢，好按摩一下，各位幫下來同樣。好，因為老師當注重的就係貼師傅，貼你
脚趾头下背尾中穴，好，第三小腿，好，你做安尼哈，松松啊，松松啊，安尼，好，安尼敲敲敲敲敲敲敲，好，个小腿，小腿，好，小腿动重要呢。俺哋乡亲朋友有经验冇哈，做迄身体哈，小腿按不头先冇细细会揪紧啊，哈，像俺妈妈头摆动会揪紧啊，我就教佢用安尼方式，哈，叫做动音整周，哈，就慢慢的安尼，好，按摩，好，敲敲敲敲敲，好，这动简单的方式，好，其实啦，那个动瑜伽咪好啦，哈，佢。养生啊，健康啊，很多我不会看到琳琅满目。一个老师讲一种法，一个老师用一种方法，各种方法去动好。问题是你要去做嘛？问题是你要当日哈想到就去做嘛，去享受人身体。记得咯，今日嘅运动呢，就教大家做懒人瑜伽哈，一个木头，好，一个泡棉，好，带给大家身体健康，好，懒人瑜伽，好，可以动轻松啊，可以去个身体去个照顾去个，好，哎呀，运动做到了，安子噻。